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積積嘅教學影片，又嚟到我哋免費圖解資源嘅時間啦。今日係我哋嘅積片練習第10堂。如果先前未參加過我哋呢一個課堂嘅同學仔啦，建議會由第1堂開始學起，咁大家呢會比較容易掌握嘅。咁我哋今日又嚟睇下呢個積片嘅圖解，應該由邊度開始睇起啦？咁我中間圓形開針嘅部分啦，然後會由一個鎖針開始。第一行要做嘅內容會係引拔針，然後呢度係8次鎖針，再嚟啦，引拔8鎖，引拔8鎖。我哋按住呢個規律完成第一行，去到最後一個花瓣模樣嘅時候呢，會係4鎖針開始，然後長針降落返去剛才嘅引拔針位。咁呢一個呢，就會係第一行結束嘅位置啦。咁我哋總共係會得到6個嘅花瓣。去到第2行，我哋同樣會係一個鎖針開始，短針落返喺呢個大窿裡面嘅，然後係5鎖針，再嚟短針落喺大窿。咁我哋見到今行嘅規律呢，就係短針5鎖，短針5鎖咁去，直到最後會係5次嘅鎖針。咁當然啦，仲有一次引拔針作為結束。然後最後一行，我哋同樣會由呢一個嘅鎖針開始，3長2鎖3長，都係對返大窿位置。咁仲有個鎖針啦，引拔會對返剛才短針嘅 V 字針位。再嚟啦，鎖針，然後係3長2鎖3長，最後一次鎖針短針。引拔針對返短針位。咁去到最後完結返嚟呢度嘅時候呢，我哋做好晒所有內容。咁呢度仲會有一次嘅引拔針返去本身呢個地方嘅。咁所以最後呢一個嘅引拔針呢，係屬於橙色呢個區域。好，咁我哋睇咗個圖之後呢，而家就開針一齊嚟做啦。咁啊，無論係鎖針或者環形開針，其實都冇所謂嘅。我哋先開咗針先。好，第一行先開一次鎖針，然後會對返開針呢個位置先做一次引拔針。咁為咗方便記憶呢，我會加返個記號扣。再嚟8個鎖針，然後再做一次引拔針。引拔針同短針好似㗎，咁好多同學呢，可能嚟到呢個階段呢，都仍然會容易搞錯。記住，我哋引拔針係穿入針位，將線拉出之後呢，唔再翹線，係直接拉過針位。OK， 咁啊鎖針應該就問題不大㗎啦。咁啊引拔針做返一次。咁我哋總共呢係會得到6片嘅花瓣，咁個花瓣好容易去辨認啦。而家就有2個花瓣啦，已經。咁每次都係返中間位置做返一次引拔針。老師手上而家完成到嘅進度呢係4片花瓣。好，完成到第5片花瓣之後呢，剛才講過第6片呢係會有少少唔一樣㗎。最後一片花瓣我哋得4個鎖針嘅啫，然後係用一個長針作為結尾。咁我哋先開4次嘅鎖針。然後長針一間會對返記號扣呢個位置，咁我先將佢拆走嗱，大家要記實呢一個針位啊。長針嘅做法係先翹2次線，
穿入剛才記號扣標記嘅 V 字針位，將線拉出，手上會得到4個線圈，每次翹線過2圈，每次翹線過2圈，再翹線過2圈，咁樣我哋就完成咗6片嘅花瓣啦。然後我哋準備進入第2行嘅內容，咁啊根據圖解呢度會有一次嘅鎖針開始，然後短針係對翻正下方呢個花瓣嘅大窿進行，先開一次鎖針，短針係對住呢個正下方嘅位置啊，就喺大窿裏面穿入針位，將線拉出，翹線過晒2個圈，呢個叫短針。為咗方便記認，我都會加上記號扣。然後係5鎖針，落針位置非常之容易揾到，就係花瓣大窿，咁唔需要進行任何挑線，就係大窿進行。咁今行呢，我哋就會見到織片會由花瓣變成一個嘅圓形。嚟到最後5個鎖針，咁我哋完成埋呢一個嘅部分，返返去記號扣嘅短針針位做返一次嘅引拔針，作為第2行嘅結束。咁呢個引拔針呢，我哋都會用記號扣標記住佢，因為係第3行嘅結束位置，就會喺呢一度發生啦。根據圖解，我哋而家呢就會進入呢個線形嘅區域，咁就會係鎖針。3長2鎖3長，然後鎖針，咁啊返返去剛才嗰個短針位置做一次引拔針，為之完成一組嘅內容。咁我哋先做一次鎖針，然後線形落針嘅位置就會係正前方呢一個大窿，咁唔需要進行任何挑線㗎，直接喺大窿入邊完成相關針法就可以。頭先提過，每一個線形將會係由3個長針、2次鎖針以及3個長針組成。咁佢哋前後各自呢都會有一次嘅鎖針，跟住揾返我哋短針嘅位置做返引拔針，咁樣叫做完一個嘅線形。咁我哋再嚟啦。由一個鎖針開始，正前方會係下一個大窿落針位置。我哋會先做3長針、2次鎖針，然後再喺同一個窿位進行3長針，跟住1次鎖針，揾返短針針位呢度。做返一次引拔針，第2個線形就完結啦。再嚟一次，先開一次鎖針，然後做返線形相關嘅規律，規律會係3長針、2次鎖針，然後同一位置再嚟3長針。最後一個鎖針，然後揾返短針針位一個引拔針作為結束。老師手上就完成咗3個線形模樣啦。咁我哋而家做埋手上剩返嘅3個線形。咁喺勾織長針嘅時候，我哋記住手部動作盡量放鬆，唔好將線材拉扯得太緊。如果拉扯得太緊呢，同學會發現自己手上嘅線形呢冇老師呢一個嘅示範作品咁明顯㗎。因為無論做任何嘅作品啦，長針最緊要都係稍為放鬆少少，千祈唔好拉得太緊。咁老師而家手上就已經進入到第5個線形嘅位置啦。我提提大家，每次引拔完之後呢，記得係有個鎖針，然後先開始呢個線形嘅規律。嚟到最後一個線形啦，
咁同樣都係先做3次長針，再嚟2次鎖針，然後同一針位最後3次長針，加多一個鎖針之後，我哋就揾返記號扣標記住嘅呢個針位，做返一次引拔針，作為整個作品嘅結束。線尾大概預留手指左右嘅長度剪斷，線尾喺線圈套住拉出，稍為收緊。利用縫針進行藏線，咁我哋會將線尾收返喺針位之間嘅空隙。咁開針部分呢一個地方呢係冇藏到線嘅，因為第一行我哋用咗引拔針啊，咁所以老師呢都會手動將佢藏線。藏好嘅線尾，我哋稍作整理就可以貼住剪走。咁呢一個呢，就係我哋第10堂織片練習嘅作品啦。咁中間係一個花形，而外面呢，就係一啲線形嘅花樣。咁希望大家都有順利完成到啦。咁我哋下堂再同大家玩新嘅織片練習。我哋下堂見，拜拜。